由议员蔡小伟美合康黄金诸神爱心协会、加中华九子诸神会共同举办的东区绿色学童奖助学金的计划，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，由康黄金诸神爱心协会前理事长康志胜所发起。虽然康理事长在今年6月份过往，和议员蔡小伟相当的唔甘，但议员也是希望这份爱甲善心会用个持续延续。谢谢我们的康志胜荣誉理事长，他来发起这样的这个爱心的活动，那也谢谢我们的金理事长来延续这样的爱心。这个大家的爱心集结民间的大爱，可以让我们这样的资源投入在校园里面。那么也有感于就是如果是学生在面对无法去选择的先天环境，我们希望给他后天的鼓励，让他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那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温暖，未来改变他先天的困境。那也希望说透过我们学校所有的校长，那我们来鼓励学生。上午的记者会包括东区13间国中小以及中西区进学国小校长全部到场，由教育局副局长杨志雄代表地政感谢状。我代表局里面先深深的感谢我们今天的活动，我先深深一鞠躬，谢谢啊那也这个一鞠躬，我也是要算是给康志胜康理事长啊因为这个活动应该第3年参加，我连续也是第3年来参加，那会有这个活动，真的是要感谢康黄金慈善爱心会，就是这么的贴心。看到了我们社会上需要照顾的人，所以今天我代表我们黄市长也是郑局长会来致赠感谢状，来感谢我们在蔡一座的这个算是居中来安排之下，能够一直有这个延续的活动。除了高中小绿色学童的奖助学金，另外还有小体奖，将由各校统一来受理收件。颁发至今，至少超过400位的学童得到了帮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